该付去面床的。是。老禅师，这个人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昏倒踮咧遮？兵国太后，伊的名叫做德清，投军来触犯军法，来备助兵部大人责打唐襄，来这所在求平静甲医治，拄巧冒犯太后娘娘，请你多多原谅。德清，是。伊也姓德。母后，离神想起来啊！这名兵士到孙秀长战投军，前日合我兵马之时，因为彼此武艺，失手来杀死孙霸将军。孙秀大怒，要将伊问斩。好佳在离神赶到位，讨情，才将伊重轻处罪，判伊40棍棍。顺心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你苦苦的表杀我？冤枉，冤枉！眼看的怎人咱是外乡的人，尤其是迄个外乡啊的人士，因为的好故，所谓开放。你讲来开封府是要来找亲的？哦，找亲。是。原来伊是来找亲，迄个开封来相有好亲啊哩。伊的亲啊哩。也请问的朱阿夫啊，你可会知啊知啊？这平生都唔知影咯。母后，时候已经无早，咱也该起驾回宫。师傅，这小款物件，请你收起来，希望你好好甲伊照顾德清。遵旨。起驾回宫。是。韩大人，
你要找我平岁名册，无毋对。本官是奉狄太后的意旨。狄太后的意志，我真未明白。狄太后为怎要查我平岁名册呢？因为狄太后伊想着要找一个人，到底找什么人？你是袂当甲我讲？当然会用哩，互做狄青。太后要找是狄青，无毋对，因为2工前狄太后到相国寺去烧香，伊有去撞到一位受伤的兵士，听迄寺内的师傅伫咧讲，伊的名叫做狄青，所以狄太后则专程派我要来查查狄青伊的家世。韩大人，我的平岁名册结竟无狄青这个人哦。上次你点兵的时阵，落花王也在场，孙大人为什么来讲无狄青这个人呢？韩大人，因为狄青在教场杀了人的性命，是我击打40个军棍，因此逃兵，所以下官将狄青这个名甲除掉啊。孙大人，既然安尼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知影狄青伊是倒位的人？这我就无甲偌清楚了。你无明白，安尼好。既然你阁毋知，下官只好来去兵部查查底册。过时。惨啊！韩琦到兵部去查底册，一定会查出我狄青是山西人。原来是我以前的秘密，岂毋是暴露了？对，先除掉狄青这个小囝。马平王后，在。孙大人。太后，先到兵部查点名册的时阵，狄青确实是山西人。古年已是太原人，无开的正是我的来追亲。阮失散的大年，咱相认，阮但愿忘掉人生真。你有问伊的身世？编辑簿上并无记载伊的家世。无注明，为什么会无写？母后，你的肉体无甲我爽快伫咧，请你毋通如此操心。我一定要问一个清楚。太后，相国寺的老师傅温修禅师，伊乃是神，风华之高。既然太后想着要查明此事，不妨就互神来去相国寺，互我亲口来盘问狄青。你紧去，赶紧去。是。稍等下。韩卿，你若是见到伊的时阵，万请甲伊讲，本后是为着找亲的代志，先问伊的身世，然后才看伊的身躯是毋是有带迄结玉鸳鸯。迄结玉鸳鸯。就是这，我的就是雌的，假使伊若是有玉鸳鸯，就是用的，就是雌雄一对。遵旨。
找我的原因。过去原谅咧，过去原谅咧。施主，你咧找啥物？小师傅，你毋知有看见着我的原谅玉佩无？哦，施主，你是毋是讲迄块迄价叫鸳鸯的？是你五扣起手。施主，你免烦恼。昨日啊，你昏倒玉佩落去啊，去阮师傅捡着。师傅，他你忘掉，你死定！又搁倒来山西，山旁边还阁有石玉佩，忘掉，石玉鸳鸯忘掉，就是伊。韩大人的意思是，师傅，我问你，这些人呢？哦，要存一个世上榜的英雄啦。师傅，这施主，你的伤魂都也袂好个，才会出来。师傅，什么？你就是狄青？是你是山西人士，在迄级的鸳鸯是你的？是我的事，你是？哦，伊就是吏部韩大人。狄青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以前山西总兵特工的后代？啊？你甲我讲，你为什么在迄级的鸳鸯呢？这物件是我的。要安尼，我问你，特工是你的什么人？这忘记一块后家的性命，又逼我心碎。对，一定是甲孙秀一口气咯。我平爱甲讲的，我平爱甲讲的。你若真叫鸳鸯特工是你的什么人？你紧甲我讲啊！啊！我唔知影。哦，这施主，狄青，狄青啊！狄青，到你把真好搞，你是用毒把你拍无死。我想今仔日你插一条人背，过载你过来救我。施主，快点，我昨天暂停，已经做完做的。多谢师傅。狄青，你赶快狄青，你已经误会我了。误会，敢讲拄着遐人，毋是你派来的性？不是，伊不是我派来。我唔相信。这施主，韩大人讲话是真实的，你来信用并真。为什么伊要逼问着我的身世，要逼问着我去原谅呢？因为我是受人之托啊。受人之托，啥人拜托你？伊拜托你问我的身世要创什么？这，我即摆要用你甲你讲，我必须爱先了解你的家世了后，是不是伊要找的人？伊是啥人？伊就是你的亲人。我的亲人。无错，真有可能。狄青，我也用你甲你讲较坦白，你这位亲人，伊是现在在朝廷最有势力，而且佫是一位皇亲。调调最有血的，又是皇亲。无，我无这个遮细小的亲人。狄青，只要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是毋是特工的后代？或者你甲特工有啥物关系啊？狄青，你甲我讲，你老实甲我讲。我甲伊无相爱，我甲伊无关系。狄青，你若安尼，你手中迄只玉鸳鸯对倒位来？你莫摸我！这公主，狄青，老师傅，快去！你甲斗三工将狄青插倒来外府中。是，快去！等等，恁遐尼济人，连这受伤人，你若拍袂赢伊。大人啊，你都唔知相国是迄个老和尚，伊的功夫哦，我哩遐厉害呢。是啊，哼，真无路用。我问你，现在得请伊的人呢？
已经叫礼部韩大人接转去医上啊啦。什么？叫韩基找着啊？害呀啦！害呀啦！孙大人啊，那是害什么？啊，咱两来韩武甲土人，吼对无？是啊是啊。讲到遐尼容易，韩基这人啊，顽固倔强，而且平时甲我也无啥交情，伊敢遐尼容易会放人心？孙大人，啊你向人怎袂记的？直称是你这多兵犯呢，对无？对对。对，我利用刀兵的名义，向韩基讨人。来，回来！是。唔好咯，韩老，外面是咧创什么这传话？孙兵部带真济人马，将咱韩府围个水泄不通。回来！回来！韩大人，孙兵部，你为什么带兵来围我韩府？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要向你讨人。讨人？讨什么人？有人去甲密去，本我的属下刀兵犯藏在韩大人的府中。敢讲你也认为本我的私藏刀兵犯是？唔敢，我若无证据者，敢讲敢诬赖韩大人利息，想亲目睭看到一人藏在你的府中，到底是什么人？狄青。狄青，就算有啊，本我若无要承认，你是要安怎？韩大人，若敢安尼生气，我就要得罪咯。你敢？唔敢，世间的代志我顺手，啥物话咧唔敢做呢？来，抢！是。狄青，原来你藏伫遮，今仔日互你先走，你也走袂去。来，呀，